空服人员辛苦的一面，嘛，搁一届互人注意到。不如个根据人力银行上新的调查，空服人员罢工行动无去影响到想要捧这个饭碗的人。咱嘛看到，毋但是大家拄出业、拄出社会人有兴趣，另外搁有4成6正头路的人嘛想要改道来做空服人员。空服员战斗，空服员团结。空服员罢工争取权益，嘛，互大家了解这份工课背后的辛苦。根据人力银行调查，也是有超过4成上班的人想要来换头路做空服员。大学毕业生更加是抢要做，亲像准空服员 Elsa， 伫个毕业进前就已经在准备空服员的考试。薪资高算是蛮主要的原因，它虽然有一定的辛苦程度，可是都是可以在我的接受范围。那是 Elsa， 代高材生 Aaron 明明拢有稳定的工课啊。嘛，当咧准备要换头路，想要来完成做空服员的梦想。根据调查，会想要做空服员，薪水较悬是主要的原因。以今年踏出社会的人，薪水伫咧3万1左右，空服员平均的薪水会当有5万到12万。另外，佫会当4界佚佗，佫有免费也是优待的机票，拢互人真想要来试看卖。其中华航经营上侪人要考，佫来是阿联酋、国泰。新加坡航空面试的时候，其实还是会用面谈的方式，所以尽管你的多益成绩分数很高，可是你的表达能力不行的话，其实还是不行的。无受到罢工的影响，航空业的空服员犹原是少年人梦想的一个头路。但是过来人提醒，这份工课做实无稳定，工作的时间嘛真长，也是爱培养第二专长，才会当为家己创造上大的价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